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根本。既若照安尼行的，正有聪明。耶和华的名，声直到永远。咱三甲来吟圣诗第19首。会众请起立。为着美丽的地，为着灿烂的城市，为着愿出世以来所受一切的辱爱。天父的上帝，愿这声何乐称呼你尊名，为着大事的敬地，无论每日嘴无闭，绝水过目好讲经，心情就光明。天父的上帝，愿这声何乐称呼你尊名，为着你目的福气，为着心的欢喜，使阮无关头翕相，有声有影结阮跳。天父的上帝，愿这声何乐称呼你尊名，为着温暖的天，看见姊妹爸无情，天顶地上好朋友，关心看顾相照像。天父的上帝，愿这声何乐称呼你尊名，为着主之大恩惠，想出愿因为诚心稳定加认真，地上生活般真实。天父的上帝，愿这声何乐称呼你尊名。咱有缘徛咧，用四读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三甲的启应，启应文第36篇，也是箴言第8章。着听智慧得救，智慧伫路边悬的所在，智慧伫城门口。正人啊，我叫恁；憨直的人啊，着学识精明。着听我要讲极好的事。伫创造的起头，上主先造我。伫上起头，伫创造世界以前，
我出世的时，也未有深烟。我出母胎的时，大山也未受造。迄时大地甲田野也未创造。也未安置疆场，也未伫海面画地平线。伊伫空中布置云彩，甲海定界线，互海水袂搬过界，甲大地下地基。迄时我伫伊身边做师傅头，逐日互伊欢喜。伊互人徛起的世界，当我的囝着听探我，着听教训来得到智慧，听探我的人真有福气。找到我的人，就是找到生命。咱三甲额头来祈祷，听堂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你创造宇宙万物，供应阮人类的需要，也使了你独生圣子耶稣基督来到阮世间，为阮世间人的罪来被钉死伫十字架顶。第三天，搁活上天，互阮信主的人拢有搁活的盼望。主啊，阮确信一生的福分就是认捌主你，遵探主的教示来行，互阮用诗歌来学了你，用灵修读经来亲近你。愿主保守阮一生中行伫你得胜的道路。今仔日是母亲节，愿主祝福所有的母亲，互因有勇健的身体、灵魂、属灵的智慧。家庭和乐伫主的内面，会当做最好的选择，教示囝儿行正直的路，到老也袂偏离。愿主保守阮堂教会，伫进入设立第133年的时，互阮每一个兄弟会当来认捌伫这世代每一个人的角色，尽心尽力来为主来做工。愿阮所做的工，拢会当荣耀你性命。愿主带领今仔日的礼拜，愿圣神降临伫阮的中间，互阮的心尊主做大，敬拜阿罗你。愿一切荣光拢归乎你。愿安尼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阿门。三甲来共读上帝的话。记载伫箴言第1章第7節到第9節，甲另外一段伫詩篇第1篇。现着我来读。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根本，愚妄的人藐视智慧甲教示。我的囝着听你的老爸的教导，毋通弃杀你的老母的教示，因为这要做你头壳顶的水帽，你的颔棍的金链。第2节，诗篇第1篇。无行歹人的计谋，无徛罪人的路，无坐侮慢人的位，这号人有福气。伊所欢喜的，就是耶和华的律法，每日三思的，也是伊的律法。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去。伊所做一尽亨通。歹人毋是安尼，是亲像粗糠，互风吹散。所以伫审判歹人徛袂牢，罪人伫义人的会中也是安尼。因为耶和华知义人的路，若是歹人的路会灭无。赞美，咱请圣歌队唱俄罗的歌。
面请牧师来证道，伊证道的题目是传授上好的选择。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分享大声，大家一届做伙来感谢。亲爱天父上帝，当我每一届祈祷，称呼你天父的时，这是要显出你的威严以及你的权柄。总是你对阮人的慈悲、怜悯、甲疼痛，嘛显出你母性的光辉，真做阮生命极大的安慰甲平安。这个主日，阮通过礼拜要来庆祝母亲节。愿主你的神通过等的分享，会当手术，互阮亮光感动阮的心，将这个内底的信息，加做阮生命的帮助。求主你的神运行这个中间，亲自来掌权。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基督信仰所追求的是智慧。基督信仰所追求的，较毋是讲将头壳，互头壳吸收一大堆的财物。咱要吸收财物，其实对咱细汉的时，伫学校开始，也是咱平常时是生活的中间所接触的人，也是讲遮的代志，甚至是即摆的媒体嘛真方便。咱的手机啊、智慧型手机摕起来，减少真侪遮的讯息。会当互咱知影真侪的遮的财物，不过是咱所吸收的遮的财物的内面，咱若是调工来做分类、来做比较的话，咱可能会发现讲，咱知影遮的代志，咱知影遮的财物是个安怎？咱知影遮的代志是个安怎？咱可能想讲我知影这。我知影迄，我知影真侪代志。总是我要讲的是，知影是个安怎？今仔日，假使我骑车一路认，我看到头前有一个红灯，咱讲知影红灯爱停，讲知？敢有人毋知影红灯爱停的？敢有人毋知？拢知嘛对无？总是因为我要借我，我无拍算停。因为为着借我要停迄红灯，我无愿意，所以我就违反我所知的这规矩。我看红灯，我照常选择我要借我。这是一个咧。另外一个，假使讲今仔日我的健身的教练甲我讲，某咪人你体重伤重，你无适合从事这种上激烈的运动，你无法度拍篮球。甚至你爱调整你的食物，毋通得食甜的，毋通推伤济饭，即个米食嘛毋通食伤济。总是即个教练所讲的，我讲知，我煞毋知，我知啊。啊是啊，在大裤架倒互人来你提醒，因为知讲做会到，知做袂到嘛。所以咱常常知影真侪代志啊，真侪知吧，我知影迄啊。我知影这，我知啊，我拢知啊。总是知是个安怎？咱伫遮尔济财物的下面，咱到底拢做啥物款的选择？咱拢做啥物款的选择？咱敢有明理正确的遮个选择？真做一个基督徒，咱若是要有明理正确的选择，咱需要的不只是财物，咱愈较需要是智慧。咱愈较需要的是智慧。今仔日咱所领受的经文记载一箴言，这本智慧册的内底，智慧这个字眼是希伯来文，伊的原底基本的意思是基卡的意思。智慧是原文的意思是基卡的意思。这个基卡的重点是伫实践，基卡的重点是伫实践。所以，对敬拜上帝的人来讲，追求智慧，就是爱通过生活上的这个体验，一届倒一摆的体验经验内底，
通过思考，通过分析，通过试验甲反省，来追求真正的智慧。一个追求，一个操练经验内底，上重要爱学习的，就是爱学习怎样做上正确、上明理的这个选择。所以旧约圣经所讲的这个智慧，是必须爱咱人经过体验来得到的，爱经过体验来得到的，较好做智慧。所以反正，咱若是只有通过文字，通过人用口传的方式所知影的这个消息，只不过拢是放伫咱头壳顶的这个财物尔。因为就算讲咱所吸收的财物是其他的人经验所累积的这个智慧的结果，总是迄是别人去经验到得到的这个智慧。咱知影，总是迄不过是咱知影的财物尔，因为咱毋捌去经验到，迄嘛毋是咱生命的一部分。换一句话来讲，犹太人因伫起造因的信仰的过程中间，虽然因大声接触的就是财物，咱今仔日读对两本册，箴言都有对一本诗篇嘛。箴言甲诗篇是整个圣经内底，因是啥物款的册？智慧册嘛。总是这个智慧，从细汉囡仔因还未接触到这个社会，也是人安那甲人计较的时阵，因刚是爱先读这个册。所以因一开始是接触这个财物对无？总是父母也是讲当时的列比老师毋望因，不只是吸收这个财物。因毋茫讲，这囡仔会当通过因伫生活中间的体验，甲知识顶悬的操练，会当互因得到真正的智慧。因为这智慧是要成做生命的一部分。今仔日咱所领受的箴言第1章第7节，甲咱讲啥物话？敬畏耶和华，也是讲敬畏上主是安那？财物也是讲知识。知识的根本，其实这应该要讲知识啦。知识就是咱中文里讲的智慧，财物是咱中文里讲的知识。所以咱应该要讲敬畏上主是安那知识的根本。总是这段，也是讲这句，伫翻译顶面，卖当讲知识的重点，就是敬畏上主。这段卖当安尼翻译哦。知识的重点就是敬畏上主。如果讲圣经所讲的这个智慧，就是讲咱人有这个做明理的选择的这个能力的时，安尼的翻译其实是讲得通的。当咱人面对天顶这位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上帝的时，咱咧想啥？咱咧做啥？咱去到对上帝拢知、拢明白的时，咱人到底是要安怎伫上帝的面头前来操练咱家己？当咱人伫生活中间有犯错的时，伫这个犯错的经验的中间，咱敢有学习？咱敢有咧做调整？咱人的待人处事，到底咱拢是用啥物正做决策的这个基础？甲原则，咱所面对这位上帝，伊充满公义，充满公平，伊有慈爱、信息甲良善。伊是一位遮尔完全、遮尔好的上帝，总是咱人伫伊的面头前，咱是有限的，咱是无知佮软弱的，所以咱应该爱敬畏伊。咱的生活必须爱用警醒，甚至是讲紧张的态度来行踏伫上帝面头前。咱所做的每一个决策，嘛必须爱用安尼的态度，并且咱爱用安尼的态度来负责任，是咱的言行举止。这拢是超出智慧的开始。因为上帝所授予予咱的律法甲诫命，就是咱人生活伫世间上上好的一个标准。假使讲咱的生活无要照上帝予咱的标准
咱无要照上帝旨意来做、来行道、来做决策的时，常常咱的选择拢是愚公、无知、无智慧的。所以每一位犹太人的父母，为着要互家己的囡仔，毋若是有遮的财物尔，伊嘛毋茫互伊家己的囡仔有智慧。所以从细汉的时阵，伊就教示的囡仔必须爱敬畏上帝，必须爱敬畏上帝，因为选择敬畏上帝，就是上大的智慧，就是上大的智慧。因为头我有讲到嘛，智慧是啥物意思？智慧就是互咱人会当做上明确、上明智的选择，对无？今仔你会当选择敬畏上帝，敢是极大的智慧。我要讲的是，咱人袂主动要选择敬畏上帝，这是咱人的本性。我们人不会自动选择敬畏上帝，这是人的本性跟惰性。我要讲的是，每一位囡仔，每一个囡仔拢是上帝手赐予咱父母上好的产业。总是咱要传予咱的囡仔啥物款的产业？咱要传予咱的囡仔啥物款的产业？敢毋是信仰？敢毋是信仰？所以咱要传予咱的囡仔，毋是外在的遮个条件，毋是物质的命的遮个物件。咱要传承予咱囡仔上好的产业，就是即个信仰。因为咱操练咱的囡仔有灵性顶面的遮个美好、好的品格、好的灵性的时，这是比外在遮个条件是愈较好、愈较贵重。今仔日咱所领受另外一段经文，记载在诗篇的第几篇？第一篇真好记。第一篇伊就是一首智慧诗，智慧诗也是讲智慧文学。伊的一个特色就是爱人做选择。智慧文学的一个特色就是爱人做选择。这个诗人，伊通过一种以色列人自即上帝面头前来敬拜时，用这首诗歌来劝勉大家：恁爱多闪歹，爱选择好。你爱多闪歹，选择好。咱甲咱边仔人讲，爱多闪歹，选择好。是安那？即个诗人爱自即敬拜上帝的时阵，来用安尼的诗歌来呼吁。因为诗人一长时间的观察下面，伊发现讲以色列人，因拢想讲甲上帝立约了后，即个上帝的恩赐、上帝的恩典甲福分，就会不断来降临。会感觉讲甲上帝立约了后，会当事事亨通。无毋对。安尼的观念只有对一半。上帝甲咱以色列人立约时阵，确实是应允因要成做以色列人的保护甲丰盛的源头。总是立约是单方面的，还是双方的？是双方的嘛，对无？敢有讲上帝一直予你恩典，予你恩惠，咱人拢无需要遵守律法甲诫命的？敢有即种道理？所以是这种双方面的关系下面，若是人无要选择敬畏上帝、遵守律法甲诫命，我要讲的是，安尼立约是无准算的，安尼立约是无准算的。要得到上帝赐福甲恩典，必须得来敬畏上帝，选择来遵守上帝律法甲诫命。总是安尼观念是存在于济以色列人的心内。因感觉讲啊，得立业了啊，就无需要再守规矩啊。甚至有人是运用这个团体的利益，伊来骗这个团体的利益；有人是秘入这个整个的团体内底来消费这个团体，努力的信仰顶面，或者会坚持。意思是讲，全体以色列人拢真努力的敬畏上帝，照律法伫行，即行道总是就是有人秘入这个团体内底去做歹，无要遵守。总是上帝因为这两个人，就降灾祸予整个以色列民族吗？袂因为安尼。
所以常常互安尼的人伫到想讲，上帝无你看，上帝毋知，上帝无你管，反正我秘伫这整个团体内底，我哪做歹，因为这大团体做了真好，所以上帝看到这个团体整个的成绩袂歹，所以继续守续，互咱稳定，守续福分。总是我要讲的是，上帝不只是团体，不只是族群的上帝，伊嘛是个人的上帝。上帝利用的对象嘛毋是只有族群，只有团体。上帝利用的对象嘛是个人。换一句话来讲，上帝公平正义，会伫以色列这个族群内底来显现。通过安尼，这个公义甲正义，才会当互人看起讲以色列民族会当建造一个互人欣赏的一个国度。通过咱看的诗篇第1篇，结论就是要甲咱讲一件代志：义人甲歹人，最后会来分开，而且会真明显来分开。咱若是手头有圣经，咱通摕起来看。咱通看第1节到第5节，因为第1节到第5节有即个平行的这个对照，平行的对照。咱发现讲第1节讲到啥？上是有福气的人，义人就是有福气的人啦。因为互上帝看做伊的稳定甲福分会不断来降落。我要讲的是，义人所追求的福分，绝对毋是属伫即个世间的遮的好处。总是咱看到第1节有讲到什么款的人？敢有看到歹人？敢有看到罪人？敢有看到辱慢上帝的人？辱慢人的意思就是讲藐视上帝的人啦。这3种人，因所追求就是属伫即个世界的福分，因所追求的就是暂时的遮的好处甲稳定。歹人讲的是啥？歹人讲的就是有歹的念头的人。罪人呢？罪人不只是有歹念头，伊敢有做出来？有做出来嘛？对无？藐视上帝辱慢人的是啥物款？就是有歹念头，倒去实践做出来了后，发现上帝无反应，上帝无主动，煞来看袂起上帝，藐视上帝。所以这3种人就是安尼啊。有歹念头，罪人是实际做出来；辱慢人是做了后，袂感觉见效，袂感觉有罪恶感，倒来反对，倒来藐视上帝。总是咱会发现讲，在这种人的群体内底，你找袂到义人，因为义人绝对挡袂牢安尼的代志伫发生。相共款，反正罪人嘛无法度伫义人的团体中间。因为义人就是一群遵守上帝诫命甲律法的人，义人就是敬畏上帝的人，所以罪人绝对挡袂牢嘛。因无法度互律法甲诫命来约束、来要求。所以这段经文咱看去讲，义人的群体内底有罪人吗？无可能有罪人。一罪人的群体内敢有义人？无。所以一整个大团体内底，这2种人。讲会分了真清楚，敢分了真清楚，真清楚。要讲的是第1节甲第5节，这个平行的对照，讲的嘛毋是这世间的代志，讲的嘛是一未来审判了后的结果。是安那？因为义人伫世间的时阵，因所追求的就是真实、神圣的敬拜，所以上帝看因做恶、做义，当一审判了后。伊要互即群义人去到天顶，去到天堂甲天使，来永远有属灵的敬拜。那安尼，遮的歹人、罪人，甲藐视上帝的人，因的结果是啥物？反正因也无你敬拜上帝，无你尊重上帝，都藐视上帝。安尼，上帝未来就安排因去一个毋免看到上帝、毋免敬拜上帝的所在。总是迄个所在是啥物所在？咱家己来想。义人去哩，歹人就毋免永远毋免看到上帝。
总是咱若是咧继续看落去，诗人伊真惊遮个人民无法度赢过即个世界试探，伊就来设一个比喻。即个比喻是啥物？伊用溪边的树，以及对照另外一个是啥物货？咱敢有看到另外一个对照的？粗坑啦，敢有看到粗坑？是啊，诗人要用安尼的比喻，溪边的树甲粗坑，因为溪边的树甲粗坑是要来比喻义人甲歹人，因伫世间所追求、所执着的，伫未来要表现出啥物款的结果。义人所追求的这个智慧，基础就是每日善思上帝的话，互家己一切所行的，拢得到上帝的欢喜甲感纳。总是歹人所追求的是啥物？歹人所追求的是即个世界暂时的好处，用假冒、用暴力、用上帝所厌恶的方式伫生活。不过我要讲的是，歹人不管伊伫即个世界得到啥物，地位也好，名声也好，产业也好，这所有的物件伫上帝面头前，拢是看做无价值的。所以诗人才会讲，罪人、歹人所追求的未来，伫上帝面头前，拢会亲像啥？粗坑啦！上帝本节开遐个物件，就安怎？无去，因为无价值。总是义人会亲像栽伫溪边的树，因为伊每日善思上帝话，伊的灵命就亲像即丛大丛的树，会当结出美好生命的果子。咱来看第6节，第6节会当讲是即首诗歌的结论。即首诗歌的结论，诗人甲民众宣告讲，义人较是真正甲上帝有利益关系的人。若是歹人，不过就是有外在的记号，比如讲犹太人爱受割礼，爱有洁净礼，爱献祭，等等遮个外在的宗教行为，总是实际上歹人遮个外在表现，拢无法度达到甲上帝有真正亲密的关系。虽然有外在利益的记号，总是一属灵的关系是完全无的。独独义人因为欢喜上帝的话，伫伊的生活上是选择智慧，有正确的选择，有明智的选择。这个选择，这个智慧，拢将这成做上帝感纳伊的一个作为。上帝嘛要承认安尼人甲伊有利益的关系。这个主日，咱通过礼拜要来庆祝母亲节。我也相信，咱在座每一位做爸母的人，不管咱家己的囝儿大到什么款的年岁，咱有用安那时常都在当作是啥？囡仔咧看待嘛，对无？敢是？既然安尼的话，就算讲咱的囝儿可能一定独立，一定家己有家己的生活，咱犹原将伊当作家己的囡仔的事。我要讲的是，咱大家继续为着咱的囝儿、咱的儿女，为因祝福祈祷。不管伊偌大汉，不管伊大到什么款的年岁，咱做爸母的人，照常爱提醒伊，爱来敬畏上帝，爱追求有智慧的生活，爱互家己得到上帝感纳，来成做义人。回过头，咱做囝儿的人，咱做人儿女的人，爱成做爸母的荣耀。爱成做爸母的荣耀，总是这荣耀讲的，毋是这个世间的价值观，毋是外在的这个条件。这荣耀是啥物？这荣耀是属灵层面的，是对上帝遐来的荣耀。照犹太人因的价值观来讲，因的囡仔会当自细汉甲上帝建立亲密的属灵的关系。是因做爸母的人上大的平安甲安慰。我咧讲一解，犹太人的爸母认为因的囡仔财物可能伤少不要紧，但是从细汉会当甲上帝建立亲密佮属灵的关系，就是做爸母的人上大的平安甲安慰。
咱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的安排，虽然阮可能生自无共款的家庭的内底，可能阮的爸母无共款，阮的母亲伫照顾阮、引带阮、幼稚阮的方式拢无共款。总是主，阮犹原感谢你，通过阮的老母，会当来领受主上帝你的听。检查阮的老母无完全，检查阮的老母做了会互咱有无介意、无欢喜的所在。总是伊犹原是阮的老母。对怀孕、怀胎，到咱细汉，到阮幼稚大汉，主上帝感谢你，你拢通过阮的老母来领受主上帝你的听。所以恳求主上帝，互阮做才会做囝儿的人，来尊敬父母，亲像敬畏上帝你相共款。求主，你毋若纪念阮在座每一位母亲因过去的遮个付出，也求主，你继续使用遮个做母亲的姊妹，会当互因显出你内底美好的遮个形象，会当互遮个母亲踮伫即间教会内底，诚做真好的见证，也互遮个女性诚做教会真大的帮助。愿主上帝，就阮通过今仔日庆祝母亲节的过程中间，每一位母亲、每一位姊妹，拢得到你大大的安慰甲激励。愿安尼向你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三甲来吟圣诗第134首《老母早带囝儿》。会众请起立。请坐。下面的时间是要来庆祝母亲节温馨时刻哈。
请主日学的学生进场哈，主日学的学生。阿妈紧出来，阿妈出来，阿妈伫遐啦。是如何，他仍然比任何人都爱我。我有一位爱我的天父，他造我就是为了爱我。不论高矮或胖瘦，未来成就是如何，他仍然比任何人都爱我。是为了爱我，不论高矮或胖瘦，未来成就是如何，他仍然比任何人都爱我。他永远不离开我，他永远不放弃我，他因我欢欣快乐。他永远
见的最长。各位会友大家平安，请妈妈们现在请起立，让我们的小朋友为您献上花朵。请妈妈们请起立。那每一个小朋友都要把，每一个妈妈都要手上有拿到一朵康乃馨哦，所以每一个妈妈都要发。那妈妈拿到康乃馨之后，请先还有那个小小的礼谢好的时候就先坐下来。有拿到康乃馨以及我们的贺礼的妈妈就请坐下来。每一个妈妈都要有哦，每一个妈妈都要有，嘿。记得要说母亲节快乐哦。哦，小朋友记得要说母亲节快乐哦。来，有些妈妈在楼上，所以有一些小朋友，高级班的小朋友，母亲节的礼券，高级班的小朋友，长竹来发哈。妈妈拿到，好，妈妈拿到康乃馨跟礼。贺礼的请坐下来。小朋友，等一下我们还有第二。有拿到花跟礼券的妈妈请坐下，没有的先站起来，先站着哈。没有拿到花跟礼券的妈妈先站着啊，拿到的话就坐下来，让这些长族啊看一下。到底有哪几位妈妈还站着啊？帮她送花、送礼券。来，长族这边还有妈妈没有拿到的啊！长族那个黄团俊，人家要有妈妈没摕的礼券给花。啊，有拿到花跟礼券的请坐下呢。妈妈有拿到花跟礼券的请坐下。好，大家都拿到了啊，那我退掉了啊。花交礼券啊！好，咱就要回到原来的座位哈，就好势。助理都要各小给咱表演哈，有一个短暂的节目哈。啊，回到座位坐好啊！来，各位会友平安。我们这一次的计划是希望能够跟爸爸妈妈，妈妈们能够有一个非常温馨的母亲节。我们小孩子越长越大，越长越大，跟妈妈会表达爱意的方式就可能会有点生疏，越来越生疏啦。我们的做子女的有多久没有跟爸爸妈妈、跟妈妈说我爱你了？趁这个机会就请，如果爸爸妈妈就是要在你的附近，或者这样，就跟他一起来，就说一声母亲节快乐。好，那我们来一次哦，1、2、3。母亲节快乐！好，再一个，爱你哦。好，
那这里现在目前的话，是我们主日学小朋友，其实在录制小朋友部分也很困难。我们原本是想要让小班的小朋友有一起参加，可是我们在请小朋友的时候，幼儿 A 班、幼儿 B 班的小朋友的时候，他看到我之后就倒退3步，然后说不要，所以我觉得小朋友也觉得很困难，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就用集体的方式来呈现。请帮我播一下。爸爸都没有做哦。妈妈，母亲节快乐！可以重新吗？不好意思，谢谢。妈妈，我爱你，我爱你，I love you。妈咪，我爱你。妈，谢谢你时常帮助我，教我功课，帮我洗衣服，几乎家里所有事都是你在做，谢谢你照顾我。妈，谢谢你。给我快乐的妈妈，母亲节快乐，爱你哟！妈妈，我爱你，我爱你，I love you。妈妈，母亲节快乐，爱你哦！爱你哦！爱你哦！ Hello， 妈妈，母亲节快乐，爱你。妈妈，谢谢你教我写功课，我爱你。好的。Hello， 娘娘大人，祝你母亲节快乐，爱你哦。母亲节快乐，母亲节快乐，耶！在5月的第2个礼拜天，虽然我的妈妈今天没有来到当中，但是你要知道，我是很爱你的哦。谢谢你每天带我出去玩，还有谢谢你每天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祝你母亲节快乐。虽然有时候常常不在家，但是我爱你，祝你母亲节快乐，爱你。谢谢你每天帮我做晚餐，帮我洗衣服。谢谢你。母亲节快乐，谢谢你的照顾，爱你。妈妈，母亲节快乐。母亲节快乐，爱你哦！好了，母亲节快乐，爱你哦！来，请之前我们那个有私下就是有邀约的妈妈们，请起立到前面。哎，来，小朋友先往前来。来，先往前，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来。来，先。怀民，请怀民现在过来一下。
各位妈妈，你们的小孩有多久没有看过你的手了？你的婚戒他记得放在哪一个位置吗？是哪一只手指头他知道吗？那是什么颜色的他知道吗？是妈妈的手指头是比较圆圆的，还是比较尖的？我们今天要给小朋友一个，我们主日学的小朋友一个大考验，就是要利用妈妈的手去判断哪一个是自己的妈妈。可以蒙眼，可以。露馅，让你露馅，哎，百面一疏了，啊，今天可以合完了，你现在眼睛闭起来就不出了，那叫惯性记忆。选错了带回家，选错了带回家，爸爸最高兴。这个下大雨的时候，不要动，不然下雨不用来，再给你们30秒钟，赶快。找到自己的妈妈的手了吗？来，最后倒数10秒，10、9、8、7、6、5、4、3、2、1，好，停。这个时候就是。好，现在小朋友，我们先到旁边。好，我们借由这个母亲节的机会，刚好邀约一下，就各位的，就像前面妈妈可能有一点，就刚好是这位同学的妈妈，对，就是借由这个方法，可以借由这个机会来跟他一起来互动。那我们来公布，3、2、1，卷起来。来，请有带队的妈妈请起立。小朋友请到妈妈的前面，对。来。
那我们这边有一个送给妈妈的小礼物，对。好，请妈妈跟小朋友们到后面。咱下面来奉献，请黄文光主事、刘敏洲主事来书献。会将请起立吟奉的诗。这是我来报告，伫报告的内省，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我读一遍刷了，咱照续读两遍。因为耶和华知义人的路，若是歹人的路会灭无。诗篇第1章第6节，请。耶和华知义人的路，若是歹人的路会灭无。诗篇1章6节。因为耶和华知义人的路，若是歹人的路会灭无。诗篇1章6节。咱看周报的第1页，丁州聚会甲本州甲下州的服侍人员，请咱家己来看。周间的聚会甲教育部的课程，咱家己来看第2页。第3页是小组聚会，咱就家己的小组来参加聚会。第4页，这个奉献的名册若有登达的，请向中级来更正。继续来看第5页，消息报告。
本主任庆祝母亲节的活动，祝福天下母亲快乐。伫遮特别宣明，就是今仔日无爱餐吼，中昼，互咱遮囝儿甲家己的妈妈有做伙食饭的机会。第二，颁发2018年第一次100学年度第一学期的奖学金。我读着名的人出来头前硕士班林宗义、苏怀明。大专陈以佳、刘祖颂、罗应竹、邱永杰，叫到名字的请出列高中组五专罗金祥、陈伟佳。国中的陈冠伟、冰田蜜、赖和谦、尤允约。这个请教育部长来颁发，还是请牧师来。好，大家拍手鼓励我们的青年学子。阿们，再一次鼓励多雷助学金的学生请到礼拜结束后到办公室来领取，还有国小班的主入学时间来颁发这是助学金部分。下主任这个是圣灵降临节。第一场、第二场的礼拜要举行圣礼典，请兄弟有美心，遮有4位要小礼洗礼的：何颖彤、黄建成、陈以诺、黄佑嘉，还有还未有要报名，未报名的，有哪会使向儿童干事来报名第三，下晡1点半伫7控的会议室要召开5月份的定期中执会，请中执出席参会。会后要煞开小会，请小会员来出席。教会消息：本会新学生罗志强服侍到5个弟子，愿上帝带领学习甲侍奉的道路。第二项，2018小旅行采果趣幼儿 A、B 的小旅行，时间是伫迄个2018 5月26号上午10点。伊个要去的所在是伫金融 DIY 休闲农场。报名请向主日2 B 幼儿 B 班辉辉老师，还是咪咪老师来报名。咱继续来看第3点，夫妇团契甲妇女团契联合野外的联谊。
这个时间是6月初2上午9点半吼。啊，若还未报名吼，请向这个朱美玲姐妹来报名吼。教界消息，淡水教会设教146周年啊，郑建秋、陈剑秋优为创造的个展，淡水应记吼。5月初1到7月31，咱家己有时间家己去参观吼。第二，新德中会第2届圣经神学研究班，时间是7月13到7月15，这是学员组。7月12到7月15，这是文图组吼。啊，咱家己来看，海报伫迄个1楼吼。啊，下面咱请牧师来补充报告。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啊，每一当咱咧庆祝即个母亲节，方式就是先互咱的母亲先发徛，然后才有花、礼物、甲影片通看。头仔都有创一个小活动吼，所以咱查甫人若是有心善，8月份咱才想讲要安怎来创，安尼好无？哦，啊嘛，愿咱在座每一母亲啊，真正是快乐，不只是今仔日快乐。毋望恁每一日拢能得到上帝，互恁的快乐。后续一只做一寡介绍以及补充的报告。啊，一只有3位第一届来到咱中间的兄弟姊妹。第一位啊，吕婉珍姐妹。是吕还是吴？吕，我说对，是我说对。好，来，吕婉珍。欢迎你，好，请坐。所以是顶面的拍唔对啦，吼，我无唔对。来第2位，陈晶晶姐妹，陈晶晶姐妹。好，来第3位是吴丽雪姐妹。好，请欢迎这3位啊新的朋友。啊，一只牧师嘛来一只补充，透过教会消息者，第一点有讲到，啊，咱本会实习的新学生罗志强，啊，新学生到5月底就要来结束。啊，一只小会我有决定是5月26号拜六下暗要来举办一个欢送，好欢送。啊，志强新学生敢有伫这中间？哦，来，请伊起立啦，吼，咱实在见。好，啊，毋望咱若想要来欢送的，拜六下暗，吼，5月26、5月26晚上，好，一同来参与，好，啊，站在过来人的角度，迄一天下暗，你要做好预备心啦，吼。要安怎欢送我毋知啦，内容安怎我毋知，啊，毋过爱做备办心，衫裤扎较侪领安尼。好，我拢无讲啥哦。啊，倒有就是承德教会。庆祝设教140年，又有举办一个篮球的即个联谊的比赛、纪念的比赛。吼，啊，这个日期是自8月18号，是共款拜六，8月16号礼拜六。啊，毋望咱在座，吼，莫管你几岁啦，你若介意拍篮球，啊，都拍会叮当的吼，来甲我报名，安尼好无？吼，啊，莫有牧师家己嘛落去拍啦，吼。嘿，啊，毋望咱会当通过安尼的运动的活动，会当互咱教会会当彼此合一，一只嘛来互咱的身体来得到健康，一只来做这个补充的报告。以上。咱来吟上行398首。会场请起立。
咱做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信心的相通引带帮助阮。愿三位一体上帝，你的智慧常常藏伫阮的心内，引带阮行头前正成的道路。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会众请坐，祝歌请献歌队。电乐victor。大家请起立，互相请安吼，母亲节快乐吼，大家平安。
喂，圣歌队麻烦圣歌队来练一下20分钟，谢谢。西边的树，圣歌队队员请集合，快点！有钻石、黄金、玛瑙在圣歌队席哦，大家赶快来。